今日有表友攞咗一隻勞力士手錶過嚟，需要做反維修同保養。據表主講，而家隻錶行得唔穩定，走時誤差比較大，有時仲會偷停。首先我哋先將錶帶拆落嚟，準備檢查機芯情況。打開後蓋之後，發現自動舵部件阻力好大，拆咗自動舵，再取出整個自動舵系統，接住拆出把頭，將機芯由錶殼入面攞出嚟，然後拆落指針，再將錶面拆走，順手再拆埋自動夾板，發現機芯入面啲潤滑油已經變質咗，仲產生咗唔少金屬碎屑，某啲位置啲油泥仲更加嚴重，呢個都係自動擺舵阻力特別大嘅其中一個原因。自動輪入面嘅潤滑油一樣變質咗，自動舵上面嗰粒舵釘都黐住咗好厚嘅油泥。再檢查反整個輪繫結構，見到啲寶石眼入面嘅潤滑油都已經唔掂啦，呢啲問題就係導致隻錶走時唔準、唔穩定、